成大事之前先包裝好自己，正所謂先敬羅衣後敬人。喺呢個社會，你有冇料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俾人哋覺得你有料。你揸台私肥仔去傾生意，障礙重重；揸台 Benz 咪旗開得勝咯。人哋唔會睇你買嘅新車還是二手車，只會睇你揸嘅係咩車。呢個唔係雞湯，呢個係現實。你反駁我冇用噶，攝多枕頭諗下啦。可以笑的話不會哭，可找到知己哪會孤獨？偏偏我永沒有遇上，問我一生中人的風霜怎可結束？可以愛的話不退縮。